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希奇桌遊啊！唔記得咗啊好差喎呢個。 ！OK，好嘅。我就咁滯，你決定。哦，你我都係後攻，唔係先攻。正面定反面？正面咯。OK，我先攻。加一，好。都係冇啊。OK， 好啦。OK，就咁先。開波。OK，咁啊，我先。多咯。炒完炒。我一。多。用特性插一粒到你。抽一。就係打火石，有兩張手牌喺牌組裏邊攞4張火。好。1、2、3，咁樣啦。OK。下手貼。好，咁你做對。好。咁你有幾張手牌6張。？6張啊！想用咪用。想用啊！好。1、2、3。OK。用特性，跟住到你啦。好，抽一。高級球。哇！二期。轉化咗先啦，轉化佢落嚟。之後冇嘢可以做咯，到你先。好。走啦。貼一粒啦，跟住藍啦。OK。打你。去。OK，150。好啊。有個棒傳落去。好。傳俾雀仔。OK。到好你。喂，點會咁勁？用佢嘅第一招揾3個朋友，咁呢個唔同嚟，揾3個基礎火器補空入嚟，之後就到你。好。哦，要直接上場。係直接放喺備戰區。OK。誇張，我啲牌運有啲誇張。OK 就我多咯。跟住個時先。
聽唔高級球，個有咩兩個？力將 V Star 上手啊！OK， 打你180。OK， OK。好，終於嚟咗張有用嘅火爐，可以將一張手牌掉落氣牌堆，然後可以攞到最多2張嘅火爐。OK， 張，終於嚟咗，係。然後高級球掉2張牌，掉一個火能同埋一個龍眼球。好，去揾一張 Pokemon。好。揾用藍魔牛直接進化啦。相對減到嘢住。之後咧用藍魔牛嘅特性，可以揀任意一張牌擺喺牌頂用嘅細牌。OK。啱先睇下先啊。我呢張擺喺頂啦，然後蜥蜴嘅特性棄一張可能抽3張牌，係，之後貼一張手填一trainer。上個 round 嘅時候，自己寶可夢死咗嘅時候先可以用，喺棄牌堆度揀一個能量貼俾自己嘅任意一隻寶可夢，然後再抽到6張牌為止。咁已經轉起嚟啦。OK。都唔係，都冇轉到好多嘢啫。然後就用第一招，好打你10傷，然後可以貼一張 price 卡。如果係火能嘅話，可以加50傷。好啊，就貼呢張啦，所以打你10傷啫。10 OK， 即係20 OK。多啦。OK， 好咯。高級球等古芝麻啦，加長盤啦，跟住攞一張 V-Max 上手。打咗240。好，棒可以傳，好傳俾你啦。冇啦，冇傳俾你，傳俾呢隻色。好，抽1，然後先棄一張手牌攞2張火能嘅同時，揀一張牌喺擺牌頂。好。佢嘅特性，好，棄一張可能抽3張牌，好，所以係咁樣抽嘅。進化，再嚟多次佢特性，棄一張可能抽3張牌，然後你用吹牙嘅喎，好，嚟咧，你咁啊，先用接弓先，好啊，手填2張火能，然後再抽1張牌，咪抽3張牌，好，然後我仲未手填嘅，手填係幾多？你蝸牛用咗啦？蝸牛用咗，好，你就幾多血啊？有290。OK。Shit！ Oh my god！ 終於有見識咁嘅威7，唔係你除2得㗎啦。OK。7乘，即係我而家打你140，即係280啦。140爭10咯。唔緊要，我要撤退㗎嘛，咁咪8張咯。喂，頂！好，show 你8張嘅火能，打你160。哦，你用呢招啊？哦。然後呢8張火能全部回歸翻去排隊。咁勁！唉，收到。OK， 咁我傳遞俾幾多張牌啊？3張。咁我傳遞俾個好智障。
跟住就俾佢啦咁。咁我睇下先，呢個啲好，呢個試咗先，好，呢個出嚟好咧。呢個先，好，咁啊到我，翻出嚟先。不古之馬捉你小丑出嚟，捉你有能量嘅嗰隻小丑，捉你有能量嗰隻小丑出嚟先。有能量小丑乜嘢啊？咁啊，睇打唔打死你先。係。1、2、3、4、5、315、180。咦唔係，點解我死咗嘅呢隻？邊隻？我冇死到嗰隻蜥蜴，我想睇撤退咗。哦，你撤退咯。然後佢落咗佢，你睇咗嘅。OK，係啦，打你1、2、3、4、5、315加30，180啦打你。啊先。咁都係你啦。就係呢隻。又係你啊 B。要5張火能就打得死你。係冇錯，應該好易啊！你抌2次咪有。冇錯。用呢張先，抌一個火能喺個牌底度揾兩張火能。之後唔使用魔壓，直接抽6張牌啦咁樣。即刻打咯。手填有啲過分。手填完之後用直攻，再填多2就抽3張牌。喂，一彎啫，打到人哋咁多血。係咁啊，有時係咁啊，算少㗎啦其實。你呢個一轉都幾？因為咁啦，我撤退啦，攞呢隻上嚟打。你撤退4人喎。4人喎，咁撤退佢就逼我打飛嚟啦。係啊，打死我啦。5張啱100。唉頂。OK，一個啫嘛係咪？係一個。牌都要無牌啊！喂，你得翻1張啫，唔係，我仲有2張。呢張開咗你純粹。OK，好妥。哇，好驚嘅。去填1能先，跟住。OK， 打你120，啱啱好。呢個2、3、3、3、1、9，啱好120。我呢隻死咗時候我直接放咗。OK。嚟啊！咁樣啊？冇咩可以做喎。咦？我唔記得落牌添啊先。叫啲咩啊？叫放鬆咗。你捉我隻嘢出嚟打咯。冇放嗰啲咁嘅唔正經嘢。係1張火啦。都係加2個撤退量啫，撤退到嘅。係攞2張火啦。唔係啊，你進化咗唔使㗎。係喎。進化咗係無敵啦。咁啊，進化無敵。進化咗我呢隻都打唔死你。用直攻。進化無敵嘅話咧，咁好勁嘅進化。要收隊預言，準備隊。好，咁我其實有一張嗰啲嘢咧冇啊，我就冇。打埋打6先咯。打6發。係啊，祈求你打唔死我咯，唯有。好難嘅喎。諗埋出嚟先。難啦。就撤退。OK，搞掂。知，收咗。我唔記得掉隻龍尾落嚟先啦。點解嘅？因為我可以進化9尾，我9尾嘅特性就拉你嘢出嚟。啊！哦，係喎。咁你咪贏咗咯。係啊，我係應該要贏嘅，其實，所以我唔記得咗落隻龍尾啦，所以咪話。原來呢隻係可以拉人哋嘢出嚟㗎。係啊。咁呢個就代替咗古之馬嗰啲啦。因為我成手咁多資源，唔驚用㗎啦。OK，原來你係唔小心，唔記得咗。如果唔係就已經贏咗。太多牌。隨便都打得贏喎，你呢個。主要係我手牌太多，你懶得睇裏面嗰啲。因為你一轉起身咧就係2 round 招3 round 招就抽曬㗎。蝸牛又係可以轉，跟住蜥蜴。係咯。火爐。係咯。之後 trainer。係咯。之後仲有一堆道具。